行行出狀元。哇！好多同學仔可能等咗好耐啦，難度最高嘅入學科乜嘢呢？就係醫生啦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冇任何人都唔會話即係都唔希望睇醫生。但係讀醫生呢科嘅話呢，其實要求真係好高，畢業要求都係好高，同埋讀嘅時間都更加高。咁但係呢，就業率呢，可能基本上係差唔多100%。其實讀親醫生嘅人其實都會有機會會揾到呢個工作去做啦，因為好多時大家都知道做醫生要有實習噶嘛，咁你實習完大多數佢都會留翻喺同一間醫院啦，或者喺實習嘅時候已經有第二啲醫院或者醫務診所已經向佢招手。當然啦，喺香港做醫生掛牌呢，其實都收入幾可觀嘅，所以喺呢方嚟講唔需要點樣講話佢嘅前途啊，各樣嘢，大家同學仔都會知道。入學要求高，畢業高，但係同時間就業率高，同埋呢個收入都係高，即係我哋都係叫做5高嘅科目啦，係咪？咁至於你話，咦，去讀醫生喎，咁去邊度讀好呢？咁傳統上嘅香港同學仔就會去英國啦，係咪？咁大家睇到呢份表就係話，阿陳生點解呢個美國同加拿大唔太建議嘅？因為呢，美加佢嘅醫生要求呢，佢唔係太過容易去收國際生，咁所以如果同學仔真係想去讀嘅話呢，除非你成績真係要好高好高，如果唔係嘅話呢，你去英國同埋澳洲呢，呢啲係易入好多嘅。咁如果你話，咦，我去呢個澳洲讀喎，澳洲呢，你會揀新南威爾斯大學啦，或者昆士蘭大學啦，呢兩間大學都係一個值得選擇嘅科目啦。同學仔記住一句，醫生雖然難讀，但係呢都幾個前途都係好好嘅，所以你如果有自知嘅人士呢，記住無論幾辛苦都好，都可以去讀嘅，冇問題嘅。